若元喺文乾坤陪你談文學論民生。咁就即係我哋即係再講孫，而家嗰啲上訪互衝去北大揾孫東東算賬喎，因為即係如果佢仲係可以咁樣樣，係咪即係第時拉晒啲上訪戶去精神病院咧？即係咁樣係。係啊。結果喺北大度拉人啊，北大守住4個門口，即係嗰啲一嚟咧就拉，一車就呃人哋話去揾孫東東，其實呃咗上車之後咧就拉掉咗。不過阿先生你講到呢度，我又想問你，乜嘢係北大傳統？北大傳統啊，最主要學術自由啊嘛，呢一個係即係學術自由咯，尤其是即係呢個係來自好早期嘅，即係呢個英國傳統啦，即係咁樣樣嘅係啊，即係大學入邊嗰種傳統。大學入邊係自治嘅意思。free thinking 你可以自由即係去思考。咁其實講翻即係近年咧，即係中國嗰個政治嗰個情況咧，其實咧即係今年係啱啱好即係六四事件20週年啦。近排嘅對嗰個言論嗰個收窄咧係相當之厲害。你估計即係中國今日嗰個經濟發展咁發達嘅情況之下，呢種咁嘅自由嘅即係對言論嘅打壓咧，仲可以維持幾耐？唔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已經係陸續失控嘅，但係即係話呢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即係嗰個傳媒封鎖啊，到最後係一定會崩潰嘅。呢個而家係呢一個互聯網啊、手機短信啊呢啲，其實已經搞到呢啲嘢其實係好可笑嘅，其實已經係開始係變成咗草泥馬禁咗咯。草泥馬禁咗。係咁，但係草泥馬禁都有發明第二樣嘢出嚟嘅，即係有可能有不同嘅方法可以繞過呢啲咁嘅審查。咁就即係港大嗰個學生會個會長，即係其實呢個人係來唔知到邊度嚟嘅喎，係嘛？都睇佢嘅款都知道大概係一啲即係屬於係親中共嘅一啲路，即係地方嚟嘅啦。咁但係呢個唔緊要嘅，即係佢後邊實際上係點樣唔緊要。但係我係覺得一樣嘢，即係其實咧今年咧呢一個即係對六四嘅一啲我哋嘅睇法嘅比較大嘅衝擊咧，其實係喺今年係特別明顯嘅。即係呢個係主要首先嚟自大專界啦，其實都唔係指廣大，譬如城大都發生類似評議會咁樣嚇，都出現。所以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有啲某啲可能咧係一啲即係喺香港嘅一啲中共嘅一啲地下機構去策動，即係我有咁嘅估計喺度啦嚇。個原因係咩咧？其實你可以將呢個情況同即係阿馬力嗰次講完之後嗰個咁嘅佢走翻上去廣州嗰個情況去做一個比較。即係我一路都睇法就係話，點解馬力嗰次講完之後，即係佢要睇唔係留喺香港走上去廣州避一排風頭，而今次唔係咧？個原因為譬如陳一岳呢類咁嘅學生咧，佢嗰個目標冇咁大。佢講完出嚟，到陣間如果壓力太大嘅時候，佢去修正翻，其實對佢嗰個影響唔係咁大。但係馬力呢啲就佢不斷要，譬如佢翻嚟喺立法會或者其他地方，我都要面對傳媒，所以呢個係兩個唔同嘅處理方法。但係咧，即係陳一岳呢個現象咧，其實我估計係一啲人咧係想透過呢啲學生出嚟放一放氣球。即係假如果你唔同佢辯論嘅話咧，其實佢呢個咁嘅做法咧，不斷會擴大，即係不斷會嘗試去影響即係香港人主流意見對個六四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到某一個地步咧，就算喺後邊策動呢班人咧，都要受手咧。點解咧？即係如果你比賽呢個咁嘅辯論再去即係發展落去，再擴張落去咧，其實你係會預料到更加多人喺六四嘅時候上街，或者係即係參與燭光晚會。而事實上喺國內咧，六四嘅問題咧，根本官方係唔敢掂。你睇下到依家有冇一本書或者一啲好即係好容易買到嘅嘅書籍，係直接係講到六四咧係冇。點解咧？就等於大躍進嗰個 case 咁樣噶嘛，因為件事係你嗰個責任係主要你負噶嘛，你唔敢去面對呢件事噶嘛。個問題就即係話，我都話呢個就係最好笑嘅就係，即係越嚟越冇歷史啊嘛，即係咁樣係。我唔出奇㗎呢樣嘢，譬如你六四不過20年前啫嘛，即係你由六四再由六四之前數，即係基本上係件事都唔敢提㗎啦嘛，即係咁係。唔好講啦，頭先我哋舉個例啦，袁隆平大躍進嘅事件。係。文革啦，係啊，文革反右啦，反右啦，文革4人幫咧，實際上係5人幫嘛，係嘛？所以呢啲其實喺佢讀歷史係完全係即係根本係好多禁區噶嘛。點解有禁區？因為呢啲嘢你自己都唔敢去講，你自己都唔敢去講出個真相出嚟。即係如果調翻轉講，如果你即係好似學嗰班港大學生講，某啲港大學生講，如果係即係學生有錯，即係官方啱啦。
咁點解唔爭住出嚟去走去認嗰個功勞啫？你咁李鵬出唔出咁嚟認佢？即係佢當年喺6·4入邊負咗幾多責任啫？到而家大家都唔敢，但實際上大家都喺度推卸緊責任啊！大家冇人敢出嚟孭飛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自己個弱點嚟咯。所以我唔怕，我覺得喂，如果好似陳優我呢啲咁，咪同佢辯論咯，早辯論翻去大陸辯論添。係。其實上邊有啲人都有一個期望嘅，就係當年呢，從6·4事件中得益嘅當權者呢，包括江澤民之類呢，當佢哋呢一缺人呢全部死晒嘅時候呢，可能就有機會起所謂嘅6·4博物館。但係我覺得呢種始終都係一種比較消極嘅想法，即係要等到人哋死咗之後先去走去蓋棺論定，會唔會係一啲中國人嘅傳統？即係唔係我其實唔係嘅，就係呢個即呢個係個政權本身嘅合法性問題嘅，即係咁樣。即係你即係等於呢個蔣氏父子死咗之後，即係台灣先可以平反啦。2·8事件咯嚇。咁但係呢個即係佢生前嗰啲，起碼一樣嘢佢唔會俾你做，咁咪會危及佢個政權啊嘛嚇。但係個問題啊，無網你可能你講嗰咧就稍為樂觀少少咯。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即係就算係當權者唔係直接牽涉入邊咧，喺6·4事件入邊。但係6·4事件如果一再你去查入嗰個真相入邊咧，必然係牽涉到所謂嗰一黨專政嘅問題。即係呢個事件個背景就係因為你個政黨控制咗個軍隊啊嘛，所以軍隊先會跟住你去鎮壓，即係喺呢個命令之下去鎮壓平民啊嘛。你一旦你去查呢個真相嘅時候，呢啲事一定係再拎翻出嚟去討論嘅時候咧，就算你而家同嗰個6·4事件，你早到好似江西打 AB 團咁啊，喂，唔能夠拎出嚟平反喎，係啊。點解唔可以拎出嚟？喂，嗰個就牽涉到你毛澤東嗰個責任嘅問題啊嘛。甚至當年草地分家，佢哋都唔會拎嚟討論。唔係，所以阿蕭生呢啲實知啊。喂，就算講到今時今日啊，即係中共嘅歷史啊，由1921年開始到依家，到依家仲有全部都仲有禁區度㗎。有啲事你係唔可以講，唔可以查㗎。唔可以講喎，即係呢個因為牽涉到即係成個政越講越多，跟住牽涉到個政權嘅合法性問題喎，即係咁樣係。但係我始終喺教育上面發現一種好奇怪嘅趨向，就係話依家啲上邊嘅人呢，雖然話有好多都仲係唔知件事啦，但係知道嘅人呢，好多數性都係保持住一種講法，就係話當年嘅當權者行使呢過分嘅暴力呢，其實係唔係啱嘅。但係嗰啲學生亦都係俾啲有心人利用，咁所以最後中共所做呢一樣嘢叫做必要之惡。其實我唔覺，即係我唔會因為呢個咁嘅論調而擔心咯。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話，OK，就算你講呢個，你咪真係查下真相去支持你嗰個講法咯。冇人一定預設呢樣嘢係啱定唔啱。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OK，而家6·4嘅真相、6·4嘅資料，邊一個下令開槍？邊一個當其時做嗰個決策過程係點咧？呢啲其實如果你自己有信心嘅話，你可以公開出嚟講俾而家人聽，等大家而家啲人去評定噶嘛。嗱，反而呢個問題，我覺得就係即係大家早有定論。我反而想問下蕭生一樣，其實喺1960幾年嘅時候，喺你畢咗業之後咧，港大咪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類似譬如崔以雲嗰啲人咧，其實就係將即係大陸嗰個紅衛兵嗰種咁嘅做法，逼翻去港大嘅。遲過我哋咯，即係嗰啲國粹派嗰啲人係即係咁樣嚇，即係曾經有一段時間。遲過我個 generation，最後咪又你收工。係因為即係最後係不可 defend 啊嘛，即係你一到改革開放之後，你就發現呢一個即係文革同4人幫係不可以為啊嘛。唔係，所以我今日睇到今日嘅情況，我唔覺得咩。喂，如果你稍為個閲歷比較長久啲咧，你發覺喂好多時啲事曾經發生過啦。到尾啊，你自己啊都要修正過嚟啦，所以我覺得今日陳一岳咧，佢做呢啲嘢咧，其實佢係好危險咯。點解咧？佢等於而家咧喺呢個匯豐130幾蚊時咧，將佢全部身家買晒落匯豐嗰度，將來咧匯豐跌到30幾蚊嘅時候咧，佢係有排算賬。你咁早將你自己嘅政治注碼買落去咧，其實係相當之危險。即係講開港大學生會咧，其實我另外再做幾件事嘅。而家嗰啲我個 personal portfolio 嗰度係將所有嘢，就算鬧嘅嘢咧，如果我揾翻你都擺翻上去，咁啊大家可以睇啊，呢個係即係而家可以好坦率咁樣面對所有嘅嘢咁樣，但係性未講嘅啫，等遲啲就可以連性都講嘅，即係咁樣係，因為再老啲就可以連性都講。喺港大學生會，我曾經講過啦，其中一件事就係我喺第一年嗰時就已經罷免咗個係我帶頭大力主張罷免咗個會長。呢個就係阿李麗娟個老公啫。劉李麗娟當其時你係咩啊？評議會，我喺評議會Non-Con 嗰陣時開18個鐘頭馬拉松會。嗰陣時所有人都話為咗港大學生會嘅面子，唔應該追究呢件事，因為佢就利用職權就係攞咗2張機票啫。
哇！攞兩機票去邊度？喺對外攞咗兩張機票去咗郵哦購。去咗馬